泰國同柬埔寨邊境嘅對峙風波降溫，泰國總理佩通坦話，泰柬雙方同意將駐邊境軍隊撤回到指定地區。泰柬兩國駐邊境部隊上個月底喺有主權爭議嘅地區交火，當時泰方指責柬方一個士兵無視警告而越過邊境，雙方一度短暫交火，導致嗰個士兵陣亡。柬方就堅稱士兵只係例行巡邏。泰國日前又關閉部分邊境檢查站，暫停泰柬遊客進出。直到過去星期日，泰國總理佩通坦喺網上貼文提到同柬埔寨政府商討之後，雙方同意為咗緩和緊張局勢，喺邊境調整軍事部署，並計劃星期六喺柬埔寨首都金邊磋商邊境爭議。佩通坦呼籲國民保持冷靜，重新會循聯合邊境委員會框架解決事件。據報柬埔寨前總理洪森倡議將4個具爭議地區交由國際法庭審理。